红旗，红旗，你看啥子看？我没有看啥子。你婆婆有啥子声音哦？没有啥子声音的，爷爷。掌柜啥子事嘛，爷爷？娘娘喊你出去，给他喂下猪。爷爷，你先出去嘛，我马上就来。小姐，那快点好。等等我就为了猪回来看你。哇塞！哇塞，哇塞，好漂亮！好美。爷爷，我喂猪回来了。爷爷，你让我手机看啥子？你手机没电，哦哟，然后就给拆来去了。妈耶，没电呀！我说。爷爷，好累哟！我今天辣酱1勺多。爷爷对我太好了。红旗，我说不领了。没得毛病，老铁。姐，把我手机拿一下来。我拍个视频给你的。来啊，我要拍个视频，等等啊。我也没脸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你干嘛？哎呦，媳妇儿，我太激动了！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我中大奖了！中多少？等会儿你干嘛？你也激动？啊，这多少？我中了100，你买了多少？我买了900，我赔了800，我。哎呦，我这激动的我啊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小新啊，小新，这被子太短了。脚都盖不到。跋山涉